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日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有民众恐吓讲要伫台北坐稳，南京3名到上山站杀人，警方随出动调查，透早伫高雄抓到嫌犯上班。总统表示讲愿意去国会做国情报告，调查要搁协商看安怎进行。民进党伫欢迎党团总调由蔡其昌出任。气象署统计，去年寒人的雨量是创75冬来的新低，预告今年春天温度会较悬，雨水强减较少，所以提醒民众要爱省水。来看台北坐稳，昨暗有民众讲要伫车厢内底杀人，坐稳警察接到报案，随赶到现场处理。加载是无发现危险的物品，嘛无任何状况。警方嘛成立专案小组，今仔透早伫高雄抓到这发文恐吓的嫌犯，嘛以公共危险罪甲伊上班。坐稳警察手提盾牌快步入站戒备。台北坐稳拜一暗接到报案，有民众抢声要伫车内杀人，刑控中心第一时间调度列车停靠上山站，嘛随通知警消单位到场处理。迄阵暗头啊通勤的时间，站内人袂少，外台甲大厅的气氛是不止啊紧张。上面停车那边有很多警察，那我就下来，然后我是接，应该是这一班。警方到场唔敢大意，随入去列车一个检查，加强戒备。查看后，现场无发现任何乘客受伤，嘛无查到任何危险物品或者是武器，总算是透一口气。不过警方嘛挽过抽尘，追查恐吓电话来源，初步了解，打电话的人敢若有几啊摆谎报的记录，已经锁定特定对象。经派遣警力赶赴现场了解，现场并未发现有任何危害情事。那另查捷运局的行动中心及捷运警察队的报案记录。该报案门号曾有多次的谎报记录，那本案将依照这个恐吓危害罪嫌依法侦办。加在最后证实只是虚假一场，无任何人伤亡。不过一通谎报的电话，互坐稳甲警消规暝神经加安安。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侦办后，拜二凌晨已经伫高雄抓到这个嫌犯，后续会用恐吓公众危安罪嫌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昨总统府找5院的院长新春地书来讨论总预算、关税、各在违法、国情报告、各军国特别条例等议题。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讲，已经有拜托立法院长韩国瑜，加在违法、各军国特别预算等议案来摆入议程。总统嘛表示讲，伊愿意去国会来做国情报告。韩国瑜是讲会用通文通达方式来进行。也毋过国情报告到底是要安怎来进行？伫下晡4点半调查会个协商。立法院新会期日时开机，行政院长邓英泰到国会施政报告，佮接受总质询。也讲顶一天的5院到伫临地，对顶一会期卡关的相关法案，已经向韩院长拜托爱到3天。基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跟国家安全，当然这是现在行政立法2院当中最重要的，也应该是。多数国人很关切的。每期年度总预算案在违法修正案、国防特别条例甲真正人事同意款案，邓英泰希望伫关键审期。韩国瑜也讲出，总统愿意到国情报告方式向通文通达，按国民进党立院党团书记长陈培如会评战时的韩院长，一人讲都准拄好。不管是同问同答、即问即答这些方式、这些说法都非常的荒谬哦。因为国情报告这件事情，基本上总统才有主控权，不管是主题、不管是时间、不管是内容，请在合乎宪法的规定之下，必须要先进行公开并且有直播的党团协商。民进党有时候就是这样嘛，你不要扯赖总统的后腿。基本上我一直说赖清德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骂咖嘛，不要小看赖总统。他从国大代表到立法委员，一直到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长，到今天，基本上他是对答流利的。那我会去登记登记如果能抽签抽中的话，那我再来请益。朝野拢希望总统到立院国情报告按过安怎进行，国统团强势日时下晡4点半过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开始新会期咯，民进党团今日嘛改选党团3长，担任总调已经25党的郭建民甲蔡其昌2个人竞争。党团早起协商无用投票，是用推举的方式来支持蔡其昌出任总调。我特别要谢谢柯总召了哈，他这个愿意站在这个传承未来的新的接班团队。世代接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底下，那谢谢总召的成全，
那这个是一个重担呐，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这个挑战或者一些疑难杂症，柯总召都是我们最好的顾问呐，蔡其昌嘛正感谢郭建民，讲未来郭建民就是党团的顾问，任何艺术相关的问题会来向郭建民请教。党团改选蔡其昌是担任总调，曾瑞雄是新任的干事长，范云是书记长。再来看美方答应讲要卖咱台湾 M109A7 的自走炮，佮拖式飞弹，佮标称反价飞弹。这3个军购案的估价单3月15特别告期咯。若无登言，还是讲有特别预算，军购案恐惊就爱取消。立法院调查今仔是同意讲，要先甲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佮民众党的版本，伫3月7日来复委并案来审查。国防部长郭立雄嘛表示讲，会先来争取立法院的授权，甲美方先签约。台海情势不稳定，中国军队对台湾执行铺设地台侵扰。国防部日时发布，侦测到5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虽然无中国军机的侵扰，但有发现到2粒中国的空飞机龟仔，分别伫家人西北的71海里，高度是35000尺，含家人西边96海里，高度17000尺，国军严密应处。美国这边是帮助国军来强化战略，同意卖台湾 M109A7 自走炮、拖式飞弹嘛会当继续买，佮有标称反价飞弹继续买。不过这3项军购案的法计师拢要伫3月15告期，若期限无国案专案有可能会互取消。对这国防部长郭立雄嘛讲，有可能未付得到特别预算，会先争取立法院的授权，和美方签约。那在预算编制通过之前，是不是能够授权国防部来跟美方签署这个？发价书就这3个案的发价书，那取得立法院的同意授权，我想就不至于延误。另外，立法院伫顶会期，若要是10摆动国防特别条例，伫新会期嘛大转弯，条约达成共识，同意甲正议版3月7日复委和民众党的版本并案审查。但是国民党团正前表态讲未通过正议版，会和美国沟通，家己提出版本，郭立雄嘛做出回应，并不是很理解。郑丽文主席所讲的这个要跟美方沟通，或者是有关军购案的事项，不管是从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等等，他们都一再的肯定这个1兆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的编列。美国的发价书其实确认以后，我们过去其实在年度预算其实都可以编列。这个对于我们的军售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立院要做的是监督执政，立院不是自己执政，军购是总统的权限。马文君讲，国民党的版本会较紧出来。吴思瑶强调讲，军购是总统的权限，呼吁在野卖甲正议版单调，爱理性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本地协商是有2072项台湾出口的产品唔免扣对顶关税。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伫最高法院判决中对顶关税无效了后，是改用贸易法第122条，佮对全球来扣15%的关税。咱国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是表示讲，本地咱国2000多项唔免扣关税的产品，有1735项是写伫台美对顶贸易协定内底，所以是未受到影响。卖阁继续甲美国来沟通，今仔台股是无受到美国关税变动影响哦，收盘是去927点。台美对顶贸易协定13，双方完成签署，也毋过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对顶关税无效。美国总统川普搁该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扣15%关税，搁该关注台湾完成争取到对顶关税15%无贴加上优惠国台股，敢会因为新关税对产业造成影响。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强调，原本美国对台湾下面有2072项，其中有1735项是载明伫协定中，无受行政命令有所改变。目前的判决无设232条款，所以 MOU 里面所取得的最惠待遇是不会变动的。已签署的国家面对未来可能新的法律途径的替代性工具我们应该相对会有利的基础。面对美国的新关税政策为利时开始生效，伫工业产品部分，经济部长姜明显表示，关于台美对顶贸易协定中，工业产品下面有1811项伫新公布122条款，是降为1367项，对一般化学、纺织生意甲运输工具产机行业冲击较大。经济部会推动
460亿支持产业措施，今夜被个增加。手工具呢，那主要的竞争对手国呢是越南跟中国，那这个还是我们保有竞争优势啊，但是这个竞争优势就比这个原来的 ART 稍微缩减一点，我们只要有公平上立足权的平等，我们就不怕。在农产品部分，台美对顶贸易关税中，农产品有261项下免对顶关税，包括72项保障下免，加27项专属台湾下免。不过，若以美国122条款来看，农产品下免只存230项。美国拢无予各国保障下免，台湾无个享有专属下免项目。比较两种关税对农产品的影响，小起美国某道关税会为15%调降到18.8%。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立足点是一样。那我相信在立足点一样的话，我想在这段时间150天这段时间，我们都仍然有机会能够继续布局美国市场。农业部表示，过去在台美对顶关税协定中，像乌条人甲关商甲肉，拢属于27项专属台湾下免享有零关税。即马会甲竞争对手国家同款，面临消费关税15%。行政院表示，会继续甲美国沟通，有信心确保台湾产业处于上好优势甲台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最高法院第20则裁定讲，无授权总统有扣关税的权利，等于是否决川普去年推动的要扣全球关税的做法。川普就随该引用贸易法，宣布讲要对全球进口的商品扣15%的关税，又搁互全球各国踹蛋哦。对咱国来讲，会有啥物影响？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苏眉为咱详细来说明。是主报，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是去互法院裁定违法。这站大家上界关注的，就是咱进前甲美国签好的协议到底敢有准绳，受影响的范围有偌宽？头先咱就爱先理清，咱1月甲2月甲美国签的分别是台美贸易协定，也有台美投资合作。这两项内底上界主要的内容，就是台湾的对顶关税15%未搁另外塔起哩。另外一条就是232做回国台语。遮咱就会当看出来讲，互法院裁定违法的是对顶关税的部分，232的部分是无伫咧法院裁定的范围内，未受到影响。来看这条款内底，其实到232内底就已经包含咱7成6销去美国的产品，拢是伫咧232条款内底。虽然美国是已经有表示讲，因未来会针对半导体这寡产业来制定关税，不过咱台湾是已经有先去争取到配额内底下面，也搁有配额外口是15%的优惠待遇。行政院的副院长李立群也表示讲，是摒势确保优惠待遇，增加咱的半导体优势。即阵受到未去受到法院判决影响的部分看煞，所落来咱就爱来关心讲，咱国内到底是有倒一寡产业会去受到即个新的政策来影响？上界主要的就是另外迄24%本地适用对顶关税，即阵煞是爱改用 Trump 新宣布的122条款的产品。在24%当中，工业产品受到的影响是上界大的，因为本地是有1811项下免，即阵是减少500多项，只剩1367项。亲像是纺织成衣、机械、水务金等等，拢受到真大影响。也若是农业产品的部分，下免的嘛对261项减少到230项。亲像即站定定咧讨论的，咱台湾真出名、国际真介意的乌蝶兰，也搁有官商水价，拢已经升起零关税优势。农业部长陈俊贵就表示讲，是会继续甲美国协商，争取维持 ART 的专属下免。行政团队也表示讲，是会争取伫咧现有的协议基础顶头维持上好的待遇。经济部也会继续推动460亿的产业支持措施。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转转来互主播。感谢苏眉哦，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哦，是一日3次变来变去。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正烦恼讲，会对咱台湾的工具机、五金业者、佮农业造成正大的压力。伊嘛呼吁政府就应该爱来提供协助。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一直改变，台湾为本来关税15%未搁谈，即马变做全球各国拢爱搁扣临时进口关税15%，所以真无简单靠利润的传统产业又搁面临考验。其实对我们的船产是压力非常的大，不管是冬季机啦，或是五金啦，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传统产业。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春节期间，我已经责成我们经发及相关单位，对这些传产的声音，如何跟政府来做一个借鉴。竞争力的话，会跟其他国家来比的话，那优势又不见了。好不容易有一个立足点，跟日本、跟韩国站在一个相同的起跑线，现在的关税又变来变去，不确定数太多了，等到真正确定再讲了。港股企业者是讲，面对关税政策一直改变，除了烦恼可能影响客户本来为落单变减淡，目前嘛敢来当成无改变。学者分析，传统产业除了面临反倾销调查，若是搁拄到122条款，真正是无比检论过。毋过嘛有纺织业者讲，因为加工拢刷去东南亚，总讲关税有变化，而且影响无大。毋过若是为台湾出口的成衣关键辅料，像讲热裤啊、是里袜，可能有影响。如果是15%要叠加，当然就会牵涉到整个贸易协定的内容是不是要再重谈啊？对美国政府来讲，这又是另外一个额外会产生的机会成本。在台湾的传统产业，它本来是15%不要叠加，那现在就要加上原来美国那个关税嘛。那这部分来讲，对我们是有一些那影响，只是说第一个这个影响是比较短期的，因为它只能做150天嘛。专家呼吁，因为团产占台湾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将近70%，若是关税不是原先的15%未搁他，对台湾的影响会真大。呼吁政府针对英国协助团产的方案，爱持续推缩。若是关税有变化，嘛爱适时调整。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昨暗头啊，台南的新营有一对60岁翁仔某，因为冤家翁对某起骹动手，来可藏的牛仔嘛，互拍着伤，加之又是拢无性命危险。社会局调查嘛，指出讲，这个查甫人10月当前有家暴的记录，嘛来协助因某来申请紧急保护令。救护人员接到通报，随到场受伤的查甫人手骨互人拄着伤流血，救护人员赶紧替伊止血，后来发现现场拢总有3个人受伤，警消甲因全拢送去病院。民众报案在新营区南子里某民宅内有持刀伤害案件，本分局在第一时间出动快打警力前往应处。在本分局员警到达后，发现有3名伤者，所以立即协助送医。这单事件就发生在台南新营，二三暗时一户徛家一对翁仔某发生冤家，60岁查甫人拿枪着杆，身体状况无介好，情绪失控，动手拍某，致使因某的头甲手拢受伤。伊正常到位这冤家相拍，你嘛无清楚。伊若一经理遐啦吼，伊一经理就算我若有带一只，咱嘛无当听啦。登去现场，这户附近无厝边，因某当时只好甲牛仔发救命，无经过就刺激到这个查甫人，就安尼时牛仔嘛互举刀拄着伤，这个查甫人随后激怒嘛挂伤家己，落尾3个人拢送病院。初步了解，这个查甫人10当前就捌有家暴通报记录，社会局表示后续社工会加以辅导。本案过往确实有通报记录。那针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后续家访中心的社工会提供被害人的辅助，包括法律咨询、法律协助、心理咨商、生活补助以及庇护服务等。社会局强调，那这家暴案件第一时间爱随透过警方也是社会局寻求必要的协助，警方后续以家暴伤害等罪嫌起诉，卖协助申请紧急保护令。记者苏达南采访报道。今年的过年哦，伫嘉义的东街有一间烘蚵仔的餐厅，有10外人客食煞走吧，亲像是食物中毒。业者嘛已经主动停业来大消毒。嘉义县的卫生局嘛去现场稽查，除了检验食材哦，嘛发现讲有所在嘛违法，业者就要限期改善。烘蚵仔餐厅的员工无因摒扫店内环境，消毒民众会接触的物件。嘉义县当局即间会当甲烘蚵仔的餐厅。有民众伫过年期间来遮用餐了后，所拢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甚至去到病院挂急诊。嘉义县卫生局接到通报，到现场来调查。昨天卫生局接获2件疑似食品中毒通报，那大约有10多位的民众吃了烤客之后出现肠胃问题就医，卫生局也立即前往现场调查。除了卫生局的调查，其实业者接到民众反映了后，嘛主动停业来消毒店内环境。业者表示，民众烘蚵仔的时阵，若是烘无熟就来食，较会出现走白的问题。餐厅内底嘛有告示提醒消费者，针对民众因为来店食物件看医生，嘛愿意负起责任。因为店家无能控制你安怎食啦，你烘有熟甲烘无熟，店家嘛无法度了解啦。
但是你直接食物件有出问题，阮店家一定负责到底，因为阮这种有食安保险的。卫生局表示，现场嘛发现业者有一寡所在无符合食品卫生标准，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嘛呼吁民众，即阵嘛是落毒病毒的流行期，要注意食食的卫生，才会当避免食物中毒的状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汤市杨梅有训练狗的学校哦，亲像热带狗仔。有主人讲，伊开60万送狗仔去学校训练，却受到苦毒。汤市的动保处嘛派人去稽查，学校嘛承认讲，因的管理佮内部的监督出问题，会马上改善。动保处嘛已经以动保法来处罚。颔棍仔牵普通锁仔甲皮质链的白色叉狗，用真粗鲁的方式对人仔来揪出来，当场就拍伫涂骹。并且社团有人传这个影片，指其这是训练狗仔，也是虐待狗仔。也讲开60万送去训练狗仔学校，却是用这残忍、这酷刑的手段对待。伫网络上，这件代志也引起关注。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行啊。所以看到也是很心疼。对啊，当然了，当然，心头肉是送给人家训练，当然是要学习乖巧一点啊，但是不至于说送去给人家修理啊。讲的再怎么清楚，再三告诫，可是他们还是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拍影片的学徒告诉我，知道的时候当下都有惩处结果。训练狗仔学校回应，因伫管理流程甲内部监督确实有问题，因会失礼，也马上启动改善的措施。不过面对放蛇放野甲作恶，也保留法律的追究权利。依据所检举的这个影片，那行为人确实已经违反我们所谓动物保护法第6条，任何人不得骚扰、伤害、虐待动物。即间伫杨梅的训练狗仔学校，方标出疑似虐待狗仔，动保处收到信息，随派人去稽查，也讲若发现狗仔暂时无性命危险，要是会惩罚15000到75000。若采取确定，5年内行为人搁再犯，会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要春天咯，气象署是预告讲，今年春天的温度会较悬，雨水嘛较少哦。伫过去的一季，西部的累积雨量是从1951年以来雨水上少的记录。未来3月到5月温度嘛是较悬哦，3、4月份雨水恐惊嘛较少，所以提醒民众得爱省水。寒天你要过去啊，春天准备到位。根据气象署的统计，这个冬季全台湾平均的气温偏悬，雨量偏少，其中西半部6个监测站累积的落雨也创下1951年以来上少的纪录。气象署预告未来春季的天气，同款会是温度较悬、雨量较少的形态。在未来一季，模式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附近，基本上在温度的部分还是偏高为主，以偏高为主的状况。那降雨的部分的话，还是这种咳嗽的部分会是偏干为主的一个天气。另外，气象署表示，虽然过年到冬拢是温暖的好天较济，但是雪落来受到东北季风和风面影响，温度会下降变冷，上明显的降温会出现伫228连假，而且到3月份也是会有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而且随后就是有华云区东移的影响之下，所以可以看到像是在台湾各地的一个高温上来讲，因为受到雨量增多的关系之下，所以整个高温上是会有略微下降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况的话，一直到了后期来讲的话，都算是类似的一个部分哦。针对目前大雷雨的警示，气象署也将预警的范围扩大至沿海地区。若是有可能造成高级的强阵风，就会发布细胞底信来通知沿海的民众、甲海上作业人员。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东往来离岛红头树的船票，2当前就讲要起价。台东有3间业者去年就有向航港局来申请要调整离岛的船票，即马嘛已经通过了。其中的一间已经公告讲3月初5要开始起价，起要2成，一串就要加101块。也毋过离岛的民众是会当来维持本地价销。离岛逐年拢有30万到40万的旅游人潮，大部分拢是坐渡船过去的，一撮就要56，已经足侪档啊。毋过后个月就要起价啊！一间去年建造新船来回离岛的天王星21号渡船业者宣布，为今年3月初5就要起价，一撮就要67，起101块。毋过另外2间渡船的业者还阁咧观望，目前还无起。营运成本、投资金额
还有整个物价上涨、油价上涨，其实我当那个白老鼠，先打头阵。官府表示，往回绿岛的渡船3间业者，去年拢甲航港局申请要起票价通过，不过渡船的票价是市场机制，官府敢会当尊重。不过要求绿岛机票票要是依次一抓2.5，不过旅游业者嘛烦恼讲，去年绿岛的观光是真歹，后个月票价若起，可能会影响到绿岛4月开始观光旅游大过人潮。船公司肩负了整个绿岛居民的交通的责任，那我们是一定会要求他们绿岛居民的船票是不能调涨。优惠促销的时候才把客人拉进去哦。那如果停止这样优惠的部分里面，那客人就拉不进去，何况现在又要涨价。官府嘛表示，往回咱所的渡船业者去年上时嘛提出要调整票价，不过业者还未公告要起价。不过渡船的业者表示，因为未来拢会有新船加入营运，票价应该拢会考虑到营运成本来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228事件今年满79档哦，今年的中秋纪念仪式会伫高雄举行，有展览、有艺术表演，伫台北自由广场嘛会办音乐节。象征国家重视历史的中秋纪念仪式，会在这礼拜六，在咱台湾的高雄，在迄个历史发生现场，高雄历史博物馆头前的广场要举办。同时在迄天暗下昼，伫台北的这个自由广场，就是一个共生音乐节。杨金龙表示讲，基金会嘛甲国史馆、佮中央院的大史所合作，对历史的档案要来找出可能的受难者。今年的中秋纪念仪式是伫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头前的广场举办。卖甲基金会小人线3档推动的228民主数位法，用特定的方式来展出，继续来推展转型正义。计划礼拜甲固定假日轻急诊中心 UCC 试办以来，头一届是拄着过年。健保署嘛统计讲，全国13个中心伫29暝初5休困，其他的7天有5600外个人次看诊。初1到初3一天拢超过1000个人，主要拢是发烧甲呼吸道感染，大约是占5成哦。所以228连假嘛来看2天。过年期间，上北路人要人真济，加上日夜温差大，有不少人出现发烧、咳嗽等等呼吸道的症状。为着避免民众小病冲大病院急诊，卫福部今年开16亿，除了奖励病院，过年期间开设礼拜甲固定假日轻急诊中心，也就是 UCC。过年期间开诊7天，服务民众。应该比较方便，因为没开都要去急诊。如果像感冒或是临时的话，有开的话过来，当然比较方便了。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过年连假全国 UCC 总共13个据点，除了29暝初5无开诊，其他7天总看诊人数是5600外人。尤其初1到初3，逐天超过1000人挂号，患者以发烧以及呼吸道感染上济，有2000外人，大约是占5成。其次是肠胃道感染、简单的伤口处理以及囡仔无爽快等等。大部分我们来这里民众大概可以分2群，一群是比较年轻，他们都会上网查；那另外一群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就是有抱怨说，他上次来的时候怎么没有开？不是假日都会开嘛？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可能可以想看看怎么做，可以让民众更方便。因为228是国定假日，好，它虽然是礼拜6，所以我们也会开诊。那3月1号呢，它本来就是礼拜天，那UCC本来就固定在礼拜天开诊，所以在228的那一天国定假日以及3月1号这2天，我们 UCC 有开诊。健保署强调，有关 UCC 设置的地点看诊的情形，附近病院急诊看病的人数是不是有减少？会伫4月，也就是 UCC 上路满半冬进行全面的检讨，也会针对过年期间收治患者的情形进行更加详细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成绩明仔载就要公布了，考生了解家己的兴趣是非常的重要。新北市对107年开始，就甲90间大专合作，学生会当提早来找找兴趣。这学期开始，实践大学嘛加入了，提供设计佮创意相关的课程，予学生来体验。
从细汉时就介意服装设计，今年按选择读新北樟树国际实中的流行服饰科，因为参加大学的服装设计营队，更加较进服装设计志向，嘛已经用特殊选材读出实践大学。教学的感觉吧，就是整个比我们的高职更上去的、更进阶的感觉，就是蛮期待可以在大学体验新的东西。新北市自107年推出相关的计划，已经甲90间大专合作，累计提供超过225项免费的课程甲营队，包括18学群。樟树市中2年的蔡武宪选择 AI 影像创作体验课程。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可以利用 AI 做辅助来完成更全面的想法。自这学期开始，实践大学嘛加入校长洪九贤嘛讲，为招牌设计学院出发，希望实践大学的7个学院甲学程，拢会当提供给新北的高中职，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摸到布料，拿起设计笔，好，然后来做这个实践。那么不只让他可以感受到，其实设计不是只是美感而已。好，设计是一个问题解决。用营队甲课程，让高中生接触到大学的相关课程，就是要让因对职业的认知也有兴趣提悬。希望莫让因伫咧考试刷这个找兴趣，要进什么学校，要选什么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前驻美国的大使工党的前辈曼德森，23号伫伦敦的厝林轰掠起来。伊是涉讲伫15当前提供政府机密文件予美国性犯罪大好野人爱普斯坦，这嘛是英国查尔斯国王3世的小弟安德鲁涉案。英国阁有大量级的人士涉爱普斯坦案轰掠起来。这嘛上新的消息是，曼德森嘛已经互交保了。英国72岁前驻美国大使曼德森，23伫便衣的陪同下离开伦敦的徛家。美国司法部伫1月公布上新一批爱普斯坦的档案资料，发现曼德森甲爱普斯坦的关系真密。曼德森涉嫌伫15年前做前首相布朗的内阁大臣期间，提供政府的机密资料予爱普斯坦。伦敦警察厅2月就开始抄曼德森的徛家，了后伫23执行逮捕令，并且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行展开侦讯。In June 2009, did you stay at the apartment in Manhattan of Jeffrey Epstein? I'm not answering any questions about him. He was in jail at the time for soliciting prostitution from a minor. And my knowledge of him is something that I regret. I wish I'd never met him in the. 曼德森甲爱普斯坦的关系上早伫2019年红亚康，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公布爱普斯坦的文件，佮较证实2个人的交情真深。英国首相史凯尼就马上解除曼德森驻美国大使的职务。了后有愈侪档案互公布，曼德森承受佮较侪压力，伊想伫2月初退出工党，并且辞掉上议院议员的工课。曼德森多年以来拢伫英国政治界走跳，是前首相布莱尼甲布朗政府的核心人物。但因为爱普斯坦的歹代，互刑事调查，专家分析伊互定罪可能。The maximum is life imprisonment, but nobody's ever been sentenced to anything like such a long prison term. Typical sentences in cases of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are 2 to 5 years in prison. 曼德森轰掠，搁再互史凯尼政府面对大量的批评。史凯尼坦白讲，任命曼德森做驻美大使进前，都已经知影伊甲爱普斯坦有交情。这件事件已经造成2位高层的幕僚落台。英国保守党的党主席巴登录克要求史凯尼公布曼德森任命案的完整档案，来厘清敢有不当利益的交换。这也互史凯尼政府要面对无受信任的危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墨西哥头号的通缉犯欧塞奎拉受到军方的攻击，重伤死亡。各地乌道嘛准备要报仇，所以全国各地拢有动乱。官方是统计讲，上无已经有73个人死亡，其中是有25个国家卫队的成员不幸过往。这条道啊，互人大一坑，而且佫降过去，呛坑看现现。超市入口一台车辆，互人讲排气，偏旁有小过分裂，消防管线破去，当咧漏水。这是墨西哥大通缉犯欧塞奎拉伫军方突袭重伤死亡了后，伫哈里斯科州真济件攻击事件当中的其中一案。官方表示，这波行动了后发生的暴力事件，造成包括国家卫队成员，甲那像是乌道的人，有数十个人死亡。Se registraron 6 agresiones,
donde lamentablemente perdieron la vida 25 elementos de la Guardia Nacional, un custodio y uno de la Fiscalía General del Estado。乌塞奎拉捌做警察，后来真做是全球势力上大、墨西哥真歹名的哈里斯科新世代卖毒集团的首脑，逐当走私美国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古柯碱、芬坦尼等等，而且对政府官员发动攻击。哈里斯科新世代对伊的死亡做出回应，发动大规模暴力行动，包括封锁道路、甲烧害车辆。虽然鲍姆呼吁保持冷静，当局表示，一直到23拜一，乌道伫20个州设超过250个路障，已经全部拢清了啊。另外，有过来州学校停课，当地甲外国政府经过公民留点的信赖，有听讲美国对这个行动表示欢迎。总部伫咧布鲁塞尔的地库国际飞机组织墨西哥分析师大卫莫拉表示，这个行动可能让其他犯罪集团抓到扩大的机会，甲哈里斯科新世代原地据点的控制权抢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美国的东北部，昨因为炸弹气旋落大雪、透强风，对马里兰州到缅因州有8个州，佮包括纽约市在内，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4000万人受到影响。第二，长岛地方积雪是将近80公分悬，嘛超过50万户无电通用，有7400外邦的飞轮机取消。暴雪时直滚甲，而且阁有强风，马来扰乱。马州班斯特伯郡上大的阵风，每点钟来到134公里。这场强阁歹的暴风雪，澳洲政府伫咧22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针对南韩发布旅行限制。韦斯特波特伫咧迄天嘛记录到积雪91公分。马州高速公路限速降到每点钟40公里。波士顿市长吴米嘛因为这场历史性规模的冬季风暴，宣布23停课，包括马州在内几内。啊，阁有包括纽约市在内等等几个主要城市，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New York remains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The travel ban has ended today at noon, but a hazardous travel advisory remains in place through midnight tonight. We are plowing streets and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keep our roadways clear so that emergency vehicles can get through. 这是高冬以来纽约市头一摆发布暴风雪警告。百老汇23拜一取消演出，中央公园至少积雪约50公分。布鲁克林啊，个风雪区部分地区大概积雪51公分。这个警告嘛是4冬以来头一摆发布到新吉兰南部部分地区。嘛因为天气真恶劣，道路拢关起来，铁路嘛停驶。根据航班的追踪网站 Flightware， 到23下晡，大概有7400个航班取消，2300个航班延误，也是预计取消的航班。嘛超过1800个。We came down last night early to stay at the Marriott. We had to get up early and hit the airport, and then of course our flight got canceled this morning at 5:30. 根据电力追踪网站 Portage， 23中昼东北部超过50万户人家厝啊，有店家断电，主要是集中伫咧马州啊，有纽泽西州。伫咧马州有300万的用户当中，有1/10是停电的。咱若一直到23下晡，全美国各地有超过60.8万户住户啊，有店家无电通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华人的受风向在11线9公里的所在有民众发现讲，900公里的告示牌是标9公里，落南的煞标6公里同一个地点煞标是无共款，是真烦恼讲若发生意外，民众报地点会登达。公路总局表示讲是9公里无毋对，落南的标示是电倒并路，嘛已经调整好势咯。请问台11线的9K， 它到底是9K 还是6K 呢？骑脚踏车的5小姐甲车友约伫台11线9公里迄搭集合，不过伊到位所发现公里告示牌顶悬标示落南是9K， 上北是6K， 同一个地点标示竟然差3公里，是互人雾煞煞。我比较担心的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打119跟消防队说，我今天在在9K 处，那实际到的时候是6K 处，其实3K 的公里就差了一条人命。实际来到现场，附近其他公里数的告示牌南北的标示拢差不多，所以经过这的驾驶拢要讲是施工人员向时6到9踩倒边啊。我觉得没什么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开车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个东西，对啊，而且现在都有那个手机地图的 Google，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太大的偏差。对。因为交通和质甲道路安全真有关系，到底是6K 还是9K，必须要标示说明。公路总局花莲公路部段已经赶紧派人去确认，
判定是厂商牌啊安德兵啊。海洋公园前面是台11线9K 哈，那我们有发现了民众很提醒我们，那也请厂商在最快的时间今天就完成一个调整。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这个问题告示牌其实已经踩真久啊，真鸟期迄阵验收是安怎过的？希望公路总局会当将台一线花莲到台东拢总177公里的相关交通号志做伙检查，确定拢有正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东港有民众伫面车铺文讲，半暝啊有一大群的流浪狗仔伫因兜外口伫爬走哦，佮家己放伫车库的车夹甲乱七八糟。伊讲已经通报动保单位，望讲当斗3工来处理。民众翕的相片，车的后土地规个外壳饲喘，慢慢嘛有过来抓的尿痕。屏东东港有民众伫社群答问，讲伊半暝啊2点外听到狗仔咧吠的声，结果出门看，发现一大群的流浪狗伫路边爬走，用棍仔甲吓惊走，结果发现停伫车库的车，互狗仔夹安尼。啊，赶走了走啊！阮某以厝较切电话，较知影讲车的烂目啊，甲迄个车链啊，迄叫啥挡泥板，规拢有错拍，啊，迄挡泥板又夹抓痕，用伫个 FB 嘛，阮当对，啊叫较一大堆人安尼私赖互伊，较去赖伊讲好因遐安尼因遐安尼。当事人讲，之前毋捌发生这种情形，结果甲经过带去社群，附近民众才讲，最近社区有看到袂少流浪狗，伫半暝仔四界走，大家看到拢淡薄仔会惊吓。当事人嘛有通报1999，请动保单位处理。你说白天流浪狗应该不会出没，应该都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如果是单独一个人，或者是流浪猫，那真的会很危险。我家的狗突然开始吠啊，然后我就出去看它在吠什么。对。它原本只看到1、2只狗，然后后来又听到很多那种狗走路的脚步声，才看到一大群。影片大概就有9只了，可是，在影片之外还有1、2只，是有一点，因为我也怕我自己小狗如果走出去遇到它们，可能会被咬死。管府表示，民众若通报，会先确认流浪狗的状况，再来处理验调，会针对民众通报的地点加强巡逻，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黑白饲流浪狗。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昨暗头啊，台中一台丰原客运266号的公车，经过龙安桥要倒弯的时候，亲像行过双黄线，佮颠倒向去弄到一台旅行车。加载的乘客是拢平安。警方嘛表示讲，公车甲这台旅行车的驾驶是拢无啉酒。台中市交通局会来处罚客运的业者，嘛要求讲佮爱加强训练。车辆当要正越上桥，想袂到煞和对向驶来的公车相会。驾驶行一条，加载无受伤，而且公车顶嘛无人员受伤，2台车敢若车体损坏。代志发生伫个23要暗仔5点外，一台由细间的驾驶所开的丰原客运266路公车，迄阵当要对台中新社龙安桥要倒弯入来即个产业道路，却疑似超过双黄线，加上车速嘛无慢，和对向的修理车发生相撞。双方车辆于事故地点时，简姓男子自述因大客车车身较长，过弯时会跨越到对向车道，不慎与李姓男子所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双方驾驶均未受伤，警方已调阅路口监视器还原发生经过。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赛车，确实的肇事原因还佫要厘清。当地民众表示，台北线主线以及附近的道路拢是双向道，路下而且拢是禁止超车的双黄线。不过，常常有看到客运违规赛车，客运业者表示会依照规定处罚，加强安全训练。过弯不慎跨越对向车道案件，公司会负起相关责任。驾员也会行政处分，并召回再教育。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除了将会照契约规定进行裁罚，嘛已经请业者加强驾驶教育训练，确实要求加强公共运输的安全，维护乘客甲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宣布讲，37档拢无起价的市区公车，3月7开始全票要起3块，半票要起2块。交通局嘛表示讲，高雄市的公车全票12块是力度上缩，即摆的调整本地犹太的族群是未受到影响，一档是当来加收3600万，会用来改善客运司机的薪水待遇。
工作人员看甲新票价阁是摆到好势，好民众上车都会当看到。因为高雄市区公车对3月初1起，专票要起3块，半票起2块。高雄市交通局讲，高雄市原底专票敢若12块是6度上俗的，这是37年来头一摆起价。民众有人认为该起就起，有人感觉各项物件拢起价，分开看无啥，算做过真惊人。所以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动涨，就不要再增加大家。哎，对，增加。尤其是像中老年人生病看病的几率都很高呢，然后这个再涨，我觉得压力真的太大了。像老人家是没关系啊，像我们成年人如果要不接受的话，就不要搭就好，都搭捷运就好了。交通局表示，调整票价，敢若有3%的人会受影响。原底就犹太族群，亲像济岁人、学生囡仔，也是要 T-Pass 的民众，只要愈较济车，拢共款收犹太价。因预估一年大概会当增加3600万的收入，到时会用来改善客运司机的待遇。对此业者表示，司机薪水增加，路健保也会变济，因网路线补助嘛会当对你行，则袂互因摕这空补迄空，愈补愈大空。也希望公部门在每公里合理成本上面也可以来适时的做调整，那让公车的能够去找到更多驾驶投入这一个产业，然后让我们的路线的服务品质、安全可以更全面。交通局表示，基本上起价影响的拢是外地游客，也是无拄好爱用现金坐车的人。调整后的票价是用一段一段来算钱的。高雄市区公车上济分甲3段，一段收15块，上济收甲45块。记者柯家族焦阳高雄场报道。国家语言法典发布已经7档啊，有学者甲台语团体是认为，目前台语的发展是欠缺南部的观点，所以呼吁讲台语的专职单位应该就爱设置台语人口上济南部。因为咧，阮老师的报告内底有讲到一个南方的观点，我感觉这是咱讨论这个议题当中一个真特殊的理论。去年12月，伫台南成功大学办的台湾台语政策论坛，省台问题主任陈丽君提出，咱台语的发展需要专行正义，而且爱加入南方观点。到底什么是南方观点？陈丽君讲，这个南方不是完全咧讲实际上的地理南北，是透过文化结合政治手段，甲语言成做一种权力甲位阶的象征。目前台语的地位，都是因为过去的政策推塞发生变化。比如讲，咱若要考好的大学，吼需要什么款语言能力？咱若要是去食公家机关的头路，需要经过什么款的语言这个考试？所以这款的位阶其实是透过文化实践，甲这个政治力，甲这个经济的顺序，透过语言来做一寡排序。长期的语言政策当起兵，互台语发展却愈杀愈倒退。陈丽君提出南方观点来打造台语发展的专项政绩，包括台语专职单位、教育体系评量制度、公共语言权甲媒体配额、所谓语言主权、经济文化补助。有高雄台语团体认为，讲台语人口南部上济，政府煞长期甲大部分的资源放伫北部，一直无看见台语专职单位，毋若爱设，佮爱设伫南部，才会知影台语发展需要啥。咱若要恢复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其实应该为遮做一个发展的中心，等到对于所有的单位来讲，拢会较好。而且嘛，拄则讲，你若投入较少的资源来遮，会当先做一个带头的路用。若是讲有一个较专业的机关，伊会当足专心来研究讲要安怎互这个意识这个代志，互大家是真正入去大家头壳内底。因为就亲像去年。嘛，苗栗遐嘛是有出现讲是意识讲座，结果迄讲师来规节课，甲先可能讲2句台语尔，而且伊一个人搁负责10几场。啊，为虾米？因为就是伫地方的产业，就是我就是消化医生啊。阿卡讲，因为无专职单位来监督，真侪台语活动拢凊彩办。陈丽君嘛认为，台语专职单位是头一步，无论是要建立台语的教育评量制度，还是提升台语媒体配额做语料库，也有上重要的争取经费。若是有大人来带头，台语这个家族都有出头天的机会。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教育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中华鹿港的少年人哦，伊用鹿港腔的台语做 podcast， 开讲音乐、文学嘅社会大细事。伊望讲，互愈侪人会当来熟悉鹿港腔，把这个腔口保留落来。鹿港腔真有特色，和即马较侪人使用的有色腔是真无共。除了腔口差，变调方式无共，嘛有真侪在地人才知影的讲法。譬如说，我若甲人开讲的时阵，要招人讲，无咱来去
食肉血，食肉血人听无啊，咱因为迄个人拢是讲食肉丸。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这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哦。讲鹿港说鹿港，鹿港说不尽哦，无毋对。今仔日要讲虾米款鹿港的故事咧？要来讲阿凯亚对鹿港的故事安尼哦。阿凯的之声有一句口号，所以伊要用鹿港腔讲万事万物。我感觉这句口号真重要。像日本时代好啊，吼，就100年前台湾人，遐就算知识分子，读个关弄遐个人，什么赖河啦，是鹿港因有迄叶明晶嘛，吼，足侪过来。啊，因是用啥物语言咧思考，咧甲因的乡亲咧沟通。啊，当然嘛是台湾话啊，吼，所以就是这物件较早绝对是有这个能力来处理在更较安尼讲更较复杂，还是讲更较幼稚的一寡问题。这是一个会使做家己哦，会使骄傲讲台语的时代哦。不过，这款的幸福唔是理所当然哦。咱也知影台语吼，一直咧消失。咱的社会对本土语言的认同吼，也阁有一段真长的路爱行。所以，用台语讲万事万物，就是对家己有自信的表现哦。安尼，台湾才都向世界呈现咱多元缤纷的花蕊哦。阿凯用行动证明鹿港腔台语的搁较侪可能，嘛伫甲鹿港腔找转来的过程中，找到家己的认同。无论是在地腔口，还是历史建筑，拢是一个所在真重要的文化，需要大家做伙来关心甲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正月7号天公生哦，来看屏东的玉峰宫，今年是建庙50周年，庙方用10外档的时间哦，打造123尊的神兽，今年哦展出15尊。庙方嘛表示讲，这是全国唯一的百寿的神像，是为着要来团结真珍惜生命、保护动物的理念。这只是古窑，伊是较特殊，咱有一个沙鱼剑伫遮。伫主委的带领下，屏东玉峰宫拢总123尊的神兽，全部拢收藏伫4楼遮。大尊神兽的做工拢真有路，注意讲，这神兽拢是庙方开10多年的时间才打造完成的。敢若7年1摆的迎天宫才会交出动去照景，因为今年是建庙50周年，趁着7到天公生，庙方特别请出15尊神兽来展示。因为神兽的种类实在是伤特别啦，袂少过路的民众拢专工走来翕相。你有看到苍蝇吗？苍蝇。哦，有我看到，我现在看到了，还有无尾熊，我还没注意看到苍蝇很特别，第一次看到会有神兽，就是有苍蝇的神兽这样子。现场展示的神兽种类实在真深色，脑川啊、龙虾、都连麒麟鹿、无尾熊，甚至虎神嘛是神兽。庙方讲这123尊神兽，有天顶飞的、涂骹走的、水底游的，有接看到的动物，嘛有已经断种的古早生物。大尊神兽的头前拢有小界白鸭，会专工来做这款全国唯一的百寿神像。除了是生命的指示以外，上个主要的就是要传达爱护生命的观念。当初我要去做这个神兽，阮的理念。我就是要向咱社会大众来一个宣导，就是讲咱爱珍惜生命，咱爱保护动物。每年用马仔拍头阵，落尾用牛甲仙鹤来祝大家长岁寿。屏东玉峰宫为期3天的神兽市集活动，除了神兽通看，阁有真侪档通踅。庙方讲未来若是所在有够宽，因按算要打造一栋文物馆，甲这神兽甲100多尊的天王神童拢来公开展示，互搁较侪民众做过来认捌这个屏东玉峰宫特有的文化。记者郭家祖、屈兆勇屏东采访报道。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有方面通过北部、东北部，阁有东部地区甲金门马祖会落淡薄仔雨。明仔载日时哦，东北季风会小可变强，所以北部、东北部天气哦会真凉冷。基隆北海岸阁有东部地区、恒春半岛阁大台北山区卖落雨，桃园以北地区哦阁偏乌卖落一寡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
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大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